一个71岁男性，若像不满别人讲话伤大声，拿刀仔甲人恐吓，警方照现行犯抓人上班。嘉义市大雅路二段一栋透天厝火烧，过点外钟才控制火势，不过厝主一口罩3个人送病院，要是救无回来。美军甲一只伊朗的货轮炸落来，互伊朗真受气，指控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也拒绝参加第2轮的和平谈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0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做伙来看的，就是这大甲妈廖敬进乡的9天8暝行程，今仔日已经是第3天啊。昨昏是伫咧云林的西丽福兴宫来这个主驾，即嘛是继续落来，拍算今仔日就会去到嘉义新港的奉天宫。这现场呢是安尼热闹滚滚，信众也来传真侪好料的款待，也让咱台记台也带大家去到现场。即嘛就来看这记者郑家豪伫咧第一线的观察。是主播，目前记者呢，人伫咧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的队伍内面，今仔是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的第3天。今仔终点站呢是要到嘉义新港奉天宫，明仔载就是咱这个信徒俗称的这个拜祖的部分咯，也就是祝寿大典。所以呢，咱会当讲是全台湾真侪香客会赶在今仔暗时来赶到嘉义新港这个所在，为着明仔载这个祝寿大典。也在今仔日沿路呢，有真侪只香客准备这好食的物件，和大家分享，先带咱的观众朋友来品尝一下。你在这破椰子破几年啊？应该20担以上无伊啊。20担哦。因为你今年传偌济椰子要来破？4000外迄桶啊啦。4000外斤哦。系啊系啊。今年是第11年啊，出来阮这8站。差不多做5万粒5万至6万的馒头来分享爱。除了安尼，阮阁有对着妈祖爱的脚步，就是破当我会去每个县市学校、幼儿园去做公益，然后教学生命教育的分享。啊，这是阮的有省钱的，阮半当咧困伫遮哦。目前在记者身躯边后壁这座桥叫做轮仔桥吼，过咧这个轮仔桥就到嘉义新港。有人讲是伊的新港，也有人讲是伊的新港。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呢，在今日暗时就要到这嘉义新港奉天宫，明仔载就是大家所期待的这个祝寿大典咯。祝寿大典过后的当天呢，就是在这个当天的暗时就准备出发回銮，也往到西丽这个方向，也主驾就在这福兴宫的部分吼。4月20日的时阵要登到大甲镇安宫，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在这大甲妈祖进香过程当中呢，这天气真炎热，日早暗温差有较大。这时的时阵差不多在30度左右，也暗时的时阵可能较凉冷，降到21度左右。提醒咱观众朋友来进香的时阵，一定要注意你的身体健康。咱就来镜头交转给咱的主播。是多谢这家豪。除了这大甲妈以外呢，白沙屯妈进香今仔日也已经是最后一天啊。这銮桥是行到标日的通宵，信众也是安尼插。伫咧回宫进前呢，其实有一项真重要的换桥的这个仪式。下早啊已经伫咧秋幕园顺利来换这8人高的大桥，拍算下晡就会登去到宫天宫。白沙屯妈祖进香8天7暝行程，当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妈祖銮桥自透早6点对庙的通宵顶公所起驾，继续要行往行程的终点站宫天宫。这通宵路程也不是停落来互信众软桥骹，也因为进香路途遥远，妈祖銮桥自古拢是用较轻的藤桥，一般是4个人扛的。20在回宫进前，也有一项重要的仪式，就是换桥。銮桥8点40伫咧区幕园换桥，白沙屯大马、罗珠马换坐8人大桥，山边马也改坐家己的新桥。换桥以后，宫天宫随香人员甲香灯卡做伙行300日敬拜。庙方表示，这嘛是对北港朝天宫进会以后回銮路人头一届见到妈祖，所以换桥以后敬拜也互人叫做抢头香。全体一同向白沙屯宫天宫献上圣料拜头香，03拜礼拜。再拜。头香逐年由白沙屯东西日本庄、南庄和北庄轮值，今年由北庄抢头香，接续落去由第二头家负责扛大桥，互为妈祖起驾回銮。
白沙屯妈祖銮桥拍算第20下晡登去高宫天宫，入庙了后，庙门随就会关起来，花空会送入正殿新房，然后供请妈祖安置。照例续12天后，5月初1才会开锣。啊，那妈祖安置以后，宫天宫嘛有拜天公的仪式来祈求四季平安。记者卢尚书、郑春友综合报道。连马祖进香这几日啦，这天气其实拢袂歹，中昼呢甚至是来到30度以上。也毋过这个拜四又搁要变天啊，方面晚间全台湾拢会开始落雨，而且这中部以北雨势会落较粗的，一直等到礼拜这天气才会转好。另外，这气象署也讲，这2天这东部甲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呢，这风影是会加较大，所以去海边啊，都要注意安全。拜日时，各地好天烧路，气象署讲，干那只方面，甲部分山区可能会落雨。啊，那各地日时气温伫33度左右，毋过南部要注意高温，尤其台南、屏东上悬环势到36度以上。毋过气象署讲，好天稳定的天气，可能会持续到拜3、拜4，阁爱翻天啊。今天的一个整体天气，那在降雨方面是比较少一些的，各地大多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那在花莲、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另外在午后，宜兰的山区以及在西半部的山区跟嘉义以南比较接近山区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雨势出现。气象署讲，拜4到拜6，因为锋面通过，国头东北季风，4到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啊，那雨会为北部扩大到南部，尤其中部以北要注意阵雨，也是雷公雨。气温嘛会降低，一直到礼拜雨势才会转好。降雨预估在周五这天，可能还是在中部以北地区是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其他地区也还是要留意是会有阵雨或雷雨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比较广泛的降雨预估会是一直持续到周6。那整体上来说，要到周日这一天，随着水汽比较明显的减少，降雨会比较趋缓。另外，气象署嘛提醒，拜1、拜2，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沿海地区要注意长影，民众若去海边啊，就要注意安全。记者郭金勇、谢桂林台北报道。经济消息来看，即马美股呢是受到这主要指数的带动，所以台股今仔日开盘也来起到37000点，盘中上悬是起540点，搁再创新的纪录。好，目前海峡这2日是有定开，所以股市呢也对得起。台积电、台达电拢有起价，搁加上其他一寡电子股，互咱台股搁冲来到37000点。分析师是表示讲，预计今仔日这成交量是比顶礼拜5较济寡，金额有可能是一条的大票。另外，这比以停战的谈判呢是安尼反起反倒，所以外界认为讲，这国际油价要是着爱维持伫个100块美金以下，安尼股市的震动才袂伤超过。另外，要来关心的就是高雄市园区医院的红赛呢，开的这个实在行，是互人检举，这是对中国甲越南买入来，该这产地标啊，甲变做是台湾货，毋但是卖互餐厅，而且呢，搁哪像有学校咧使用。卫生局目前已经甲这报告送去地检署，那区医院是表示讲，这是行政程序的误解，毋是调工的，一切拢会配合调查。随风逼出涉嫌甲实在改票啊洗产地代志，高雄市议员区务县红赛张干正贵开的大发实在行，伫大寮2大仓库早起也是当看到有货车、冷冻车出入。根据了解，去年11月，高雄卫生局接到检举，大发实在行敢若甲国外进口的食材，包括中国的白馍、越南的里瓦糕，摕来改票啊洗产地，用台湾生产的票啊去出货。卫生局抽验了后，已经甲报告送到高雄地检署，按照食安法甲早期罪进行侦办。于115年3月4日，持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搜索业者，并传唤张简信负责人到案。经检察官预支交保5万元，本案将持续调查相关证据，以厘清事实。那这次的问题也是来自于之前的行政指导，绝对不是所谓的恶意欺瞒那我身为议员，我的立场其实很清楚食安优先实事求是。有错就改。针对外界指控，市议员区务县也出面替红赛回应，强调是行政作业定数的误解，因绝对无调工用洗产地来趁钱的手法，会全力配合调查。另外，业者涉嫌改票的食材，唔有卖给高雄地区的餐厅，佮敢若有出柜给国校啊，用来做营养午餐给囡仔食。有学校家长听到风声也真烦恼，呼吁相关单位要做好把关。不希望会看到有一些就是类似洗产地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毕竟小朋友吃的健康，好好长大是最重要的事。到
到底是行政定数造成误解，还是挑工用洗产地来趁高空？目前检调单位等咧厘清侦办。区议员表示，只要做唔到，因会改进。而针对大发实在行技术甲洗产地实在送互学校使用，教育局表示，目前也伫咧调查当中，只要确认违规，相当除了罚款以外，也会甲厂商解除合约。记者柯嘉如邱超阳、郭永昌报道。嘉义市大雅路二段有一搭无尾巷，这是有一栋透天厝昨暗着火烧，消防队是过点外钟了后，才总算把这火势控制好调。也毋过内底这厝主一口罩3个人救出来时，拢已经无心跳，落尾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大火甲天顶烧甲光莹莹，也有泰鲁飙起的声音。19暗时8点外，嘉义市东区大雅路2段一栋透天传出火灾，规栋拢烧起，乌烟直直冲出来。时转听出来迄个声，我老公跑出来看说，哎呦，火烧了就咩啊，1楼啊，我就紧走出来。消防局出动5个分队去拍火，因为导火的地点伫个无尾巷，路真矮，敢若会当互一台水灵车入去，抢救真困难。消防队员分真侪搭抽水线咧拍火，互人真欢乐的是，也阁有2个大人一个囡仔掉伫个内底。一开始接获报案的时候，也有收到有人中受困的一个情形。那因为1、2楼的火势非常的猛烈，那我们大概抢救大概半个小时之后，进入进行搜索搜救顺利的将3名民众把他救下来。这4个人大，妈妈出国，儿子媳妇一个孙女。这口罩3个人，落尾是伫咧3楼的露台，互人发现。太太甲差不多5岁查某囝先互人救出来。姓翁的厝主是等到火势受到控制了后，才互消防队甲赶落来。3个人找到的时，拢已经无心跳，赶紧送病院抢救，最后也是因为重伤宣告死亡。大火伫暗时9点48分拍花，厝边有受到影响，详细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兵花园戏剧总团拜6礼拜呢，是为台南的戏槽艺术馆开幕仪式来演出。也毋过，在过程当中竟然出意外，这是有一个演员伊伫咧挑战这难度真悬的动作的时，因为重心无在，全对楼梯安尼摔落来，加在伊人是无安怎。也那这座场馆呢，未来是会整合着演出、教育，也有体验，互民众会当有一个看戏甲学戏的基地。舞台顶兵花园演大将军的演员，当咧挑战高难度动作，却意外重心无稳，对腿摔落来，互大家错一条。不过演员也是展现专业，马上爬起来，向对手戏演员爱伊个搬一摆。落尾原本演出，演说剧团虽安排演员就医，加在人平安。这场演出就伫台南东区新地票汽修艺术馆，伊的前身是真久无咧使用的野鸟练馆。由兵花园甲市府合作，经过20多档的争取甲规划，总团长陈胜福总算实现回乡的梦想。可是真正养活歌仔戏可以100年的是台南，所以我们在戏槽。另外可以把歌仔戏从野台带到国家级艺术殿堂，可以带到国际舞台。我们将来的目标，我们会把戏槽带到国际舞台。戏团等来到基基地，兵花园讲，唔若要带来100年的艺术能量，佮加要推动歌戏的现代化。除了动态演出，馆内嘛记录兵花园对无剧本的歌戏转型到编导制度的点点滴滴。那记录是北线传奇故事特点，要互大家对传统故事有料想未够的想象。兵花园总团非常代表性的蓬莱8000特展，这是我们推出的第一个展览。把8个神仙的故事说出来，不是我们现在网络上查得到的那个蓬莱8000的故事，是总导演他用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加入。未来有一个戏修这个所在，会让大家一家会当看到兵花园这家的表演，嘛会当看到兵花园因非常精彩的这历史。戏剧艺术馆按算5月7营运，8月初1正式开馆。未来因讲会用展演、教育甲体验来培育歌戏的人才。总团长嘛表示，看好台南表演艺术的活力，用戏剧通互把戏融入来，唔望互在地乡亲看到更加多元丰富的艺术表演。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顶日啊，伫咧中华河边一间主体呢，互一个青云人破坏因的门仔门，走入人兜。加在这厝内是有人发现，就有随甲这个嫌犯的甲抓起来。警方落尾是照这恰到罪嫌，甲伊送办。
中华河美的民体外口徛一位查甫人，行为鬼鬼祟祟，过无偌久，门啊门就互伊破坏。嫌犯开门准备要入去的时阵，去互厝内底人发现，遂溜出去。但是嫌犯已经骑奥多摆逃走。听到他来割纱窗的声音啊，纱窗是一种咱就是那一种沿线的，有无？我们的外劳就看到，就赶快跑出去要追出去，因为他拿刀子，你知道吗？我感觉对是大人，还是讲伫厝的住伫遮，真正一点仔恐怖。这个月18日，中华河美有民体去互人破坏房仔门，敢若是想要入去偷摕物件，而且客厅内底佫有行动无方便的是大人。加在看后发现阻止嫌犯，警察接到报案，调过相关监视器，顺利抓到这位72年厝姓陈的嫌犯。本案那个嫌疑人部分都会骑乘那个一台那个重型机车啊本所调阅监视器发现就是该名嫌疑人之后立即就是于当日下午就查起到案。警方调查指出，这位姓陈的嫌犯过去就切到前科是累犯，伫18月19日2天，管区内底就3位受害者报案，专案依照切到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另外，伫高雄捷运的车厢呢，昨是有人举刀出来，甲人恐吓。这是一个71岁姓王的男性，那像就是不满另外一个乘客呢，伫车厢内底讲话伤大声，所以转举刀甲人恐吓。虽然讲事后伊是有回失的，也毋过警方呢也是照这恐吓强重罪这个现行犯，甲人抓起来上班。几名警察甲这个穿蓝色衫的查甫人压掉咧，因为伊去用通报讲，伫咧捷运车厢甲刀点出来，而且佫疑似恐吓其他的乘客。拿出来挥干嘛？水果干嘛？没有这种地方，捷运站你怎么会拿这种东西出来？这个71岁姓王的查甫人，19暗时坐高雄捷运红线，要到喇叭底站的时阵，不满边的乘客讲话伤大声，甲对方嚷起来，就甲伊的刀摕出来，而且佫甲人喊。其他乘客发现了后，随通报站务人员。经了解，王显自身于捷运上，因觉得其他乘客讲话声音过大而引起口角纠纷，并疑似持跌刀做事恐吓。警方告断了后，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就甲民众会师咧，去用威胁的民众嘛无追究伊的行为，就已经离开现场，无人伤亡。不过，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已经涉犯恐吓公众罪，去互警方移送法办。21时02分接获旅客通报有亮刀威胁事件，21时03分通知解警。站长随即上车，确认冲突双方已于后一站下车，且冲突已缓解。高雄捷运表示，接到通报就随通知警方，捷运警察特勤，还有辖区的警察嘛随到位，为了加强站内防灾应变能力，确保旅客性命财产安全。高雄捷运伫咧每一季拢会举办防灾模拟演练，加强应变、发向通知的机制，请民众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咱若伫咧台中的西屯呢，昨暗时来发生攻击警察的事件。这是一个47岁姓林的男性，伊是用行的从红灯过车路，互警察甲抓落来时，煞无要来配合，而且佫甲人安尼错干交。落尾呢，路边的民众是来斗出来做伙甲压制互调。警方除了是开发以外，还佫照这妨害公务甲伤害等罪嫌，甲伊上班。一个查甫人看到红灯卡无要停落来，对大路直接就甲行过，嘛无要插讲车顶迄边的车要过，啊好死唔死，警察就挖过甲炸落来。闯红灯，怎么了？闯红灯？对啊，你闯红灯啊。代志发生伫19暗时10点外，47岁姓林的查甫人伫台中西屯青海路抑个中庆路口弄红灯，警察爱甲证件摕出来，伊真正是甲天公照打，竟然对警察错干6条。现在讲什么？现在讲什么？这林姓真正是愈来愈好款，唔若反抗，佮甲警察的帽仔撒来，就对警察的头壳甲削落。热心的民众甲到场的警察做伙甲这个现行犯压制逮捕。就是有争吵嘛，他叫他趴下不要嘛，然后那时候他就把他整个抓脖子撞那个玻璃嘛，还是把他压制啊。一男子违规穿越行人穿越道，并于盘查过程中出言辱骂、攻击执勤人员，原警依法对其使用警棍制止，并将其逮捕移送法办。台中市第6分局讲，去攻击的警察头壳有刺伤，啊那姓林的查甫人弄红灯，除了会依照道交条例第78条，甲罚500块。啊，这案嘛依照妨害公务、伤害公然侮辱的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2026年新北铁道马拉松呢，昨是6日来举办，不过在现场煞有一个选手身体无爽快，当场安尼吐血，而且无喘气也无心跳。意思是提醒讲，若是运动伫咧走表的时，熊喘袂过，安尼一定得爱赶紧休困，千万唔通硬惊。庆声响，比赛开始。2026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19号伫康阿寮加上会区进行。沿高山出意外，有一位47岁男性的参赛者，经过冷门大桥时阵，身体无爽快，倒伫咧涂骹吐血，无喘气心跳，边仔人赶紧通报。经查，该名个案已于第一时间由救护人员及时处置，并随即后送医院急诊。目前在医院接受密切观察与治疗。地会救护人员到现场了，看见无喘气心跳，赶紧急救，初步恢复心跳，先送去奥地保健站初步治疗。患者医院唔知影人，经过医护人员完成插管治疗了，转送归人长庚病继续救治。马拉松意外直连发生，2025电动马拉松。有一位62岁男性，走到一半，规身躯软到昏倒，无喘气心跳，好在在急救了恢复心跳。如果在路跑当中发生胸闷、胸痛、喘或是异常的出汗等等，应该要立即停止，甚至赶快休息，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免下一秒就可能造成晕厥，或甚至意识丧失，或是所谓的心脏骤停等等的现象。天气愈来愈烧热，医生讲汗若流伤多，身体会脱水。这个时阵肺也会降落，身体脱水时阵也有可能影响肺液循环，造成肺伤高。流动性变歹，也可能会产生肺甲等肺管的意外事件。除了爱做好防拍以外，也要加啉水，注意家己身体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来关心这中东的局势又搁起变化。这美军呢，昨是伫阿曼湾甲一只伊朗的大货轮甲炸落来。总统川普证实讲，这就是为着要来执行海上封锁。也毋过，这伊朗这边反应是真大，指控美国是违反着停火协议，也拒绝参加巴基斯坦的第2轮的谈判。所以国际油价嘛，因为安尼又搁再起超过6%。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的画面会当看到，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要甲伊朗级的货轮图卡斯号炸落来，上也毋愿摕6点钟了后，美军对货轮的机房甲击落。过来就派着战队的队员去哩甲船扣落来。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证实有这件代志，嘛讲这只船进前因为有非法的活动，早就牵伫咧财政部的制裁名单内底。虽然即马海面的局势恶化，毋过伫咧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同款是真认真咧准备好弹标备的工课。当局已经将一寡重要的所在划做红色的警戒区，甲过去外交人员大的饭店甲清场，嘛甲要去观光景点的道路甲封起来。啊，若北京证实会由副总统换书，搁一届带特使团去到遐，因为临时停火协议伫礼拜3到期，希望会使赶紧挽救情势，嘛对伊朗提出一个合作公平合理的协议。Now, security precautions include the closure of roads, monuments, and hotels as well. In fact, the 2 hotels that had been used by the delegations from Washington and Tehran have already been taken over by Pakistani authorities. Guests have been told to find a room elsewhere. 伊朗的国营媒体报道，讲伊朗无打算要参加新一轮的会谈，嘛骂美国开火是侵略，阿船是海产，嘛呛讲会来报复。民间对着美国嘛愈来愈无信任了。ترامپ یه آدم به شدت مودی، آدمی که اصلا معلوم نیست چی کار میکنه، یک لحظه دلش میخواد میزنه، یه لحظه هم دلش میخواد تموم میکنه. امکان اینکه شروع کنه هست، ولی دوباره سر 3-4 روز به غلط کردن میفته. 新市的中客谈判即马是一个讲后遐，一个讲本地。啊，伊朗除了好人会甲美国中客谈判，嘛开条件，讲美国若想要讲，就先甲对港口的封锁甲取消。受到荷堡主海峡搁一届关起来影响，国际油价搁大起超过6%。啊，若拜3就是停火协议的上尾一天，川普嘛放掉，若是谈判无结果，就会甲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抑搁有大桥，甲整甲烂糊糊。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另外来看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则是发生一件真严重的枪案，嫌犯是一个退伍的军人，伊是分3个所在咧犯案，甲8个囡仔弹死，这当中甚至佫包括伊家己的囝。落尾伊是伫咧逃亡的时候，警察甲弹死，原来这犯案动机还佫需要调查。
这件重大的庆案是发生伫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第3大城西夫波特。警方表示，19早起6点接到报案，掠准是普通的家庭纠纷，也毋过入去现场才知影是重大的庆案，而且8个死者拢是囡仔。8 of these individuals are deceased. The ranges of the decedents are from 1 year of age to approximately 14 years of age. All of the deceased in this case are juveniles. This is a tragic situation, maybe the worst tragic situation we've ever had in Shreveport. And so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It is in very good hands. 根据警方的讲法，尸体内底发现的7个囡仔已经明显死亡，而且伫尸体后壁厝顶又搁发现一个囡仔断气，判断应该是伫想要逃走的时，互人枪杀。警方确认8个死者当中有嫌犯家己的囡仔，嫌犯伫抢人的车逃走的过程当中，互警方甲断死。警方表示，拢总有3个案发地点，另外3个受害者包括2个成年的女性甲1个青少年，其中2个女性重伤。There are 8 children that are deceased. I can't be strong for you. I think about the mother and what this family has lost. We as a community, black, white, Republican, Democrat, need to stand together and fight for what is right. This is nothing but pure evil. 上新的消息，犯案的人是31岁退伍军人夏马尔·埃尔金斯。伊伫犯案前一天，捌伫社群媒体打一张伊甲查某囝的相片，也毋过真正的犯案动机，还阁需要警方厘清。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甲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拢有刊文对这件悲剧表达哀悼。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伫法国巴黎较郊区的所在，发现一粒疑似世界大战无放弃的炸弹。这官方是赶紧来疏开几若千人，因为这粒炸弹呢，其实已经待超过80吨啊。伫施工的时，互人甲握着，加在这专家是有顺利互炸弹放弃，排除危机，无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也若当地居民后来呢，也伫这动工的下晡陆续返去厝。法国巴黎西北边的科隆布，19下晡3点20分左右，有爆炸声传出来。拆除炸弹的专家加一个日前留落来的炸弹用好帮排除潜在危险，为着确保行动安全，政府事前规划半径450公尺的经济特例区，还佫有上远约1公里的活动限制区，而且动员约800警察封锁现场。居民伫咧透早接到紧急撤离的通知，离开进前，各方要求讲爱甲门窗关起来。政府详时设立接待中心，提供临时的安置，还有医疗资源。伫咧用护帮的作业完成了后，疏散命令嘛伫咧迄天下晡4点就解除啊。居民煞尾嘛拢转去处理。Il a fallu extraire la bombe de la zone et la transporter sur 30 mètres. Et donc pour ce faire, les démineurs ont exposé leur vie. Bon, voilà. De débombage de cette nature, c'est toujours des opérations exceptionnelles. 这个炸弹伫咧4月7日，伫一个建筑工地去互人发现，长度超过1公尺，重大概有500磅。专家研判应该是80年前为4000公尺悬捡落来的，不过也未爆炸原因不明。因为想要甲这个炸弹的引爆器拆除，不过最后嘛是失败。而且伊的引信嘛已经严重损伤，技术人员最后决定用现场用好帮方式，拆除的专家伫咧一架深有2公尺的坑内底设装置，进行控制性的方法。De 4000 mètres, il y a 80 ans, il s'est enfoncé de 3 mètres sous terre. Et donc on ne sait pas vraiment pourquoi il n'a pas fonctionné. Donc l'idée c'était d'essayer d'identifier l'ensemble des scénarios auxquels nous pourrions être confrontés et surtout de préparer le terrain, de préparer la zone et de préparer l'ensemble des effectifs à ces différents schémas. 微波弹的问题，到今也是互欧洲真济所在足困扰的，尤其是伫咧建筑施工的时阵，定定去互人发现。专家指出，伫咧都市区域，因为人口密，若是有出现风险会较悬。相像的代志，伫咧这几冬嘛捌发生伫咧伦敦，还佫有巴黎北站等等交通的重点，甚至影响到机场还佫有铁轨路的运作。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再来关心这泰国的破水节顶礼拜已经结束，官方是统计这当中的交通事故呢是造成242个人死亡，也有超过1200个人受伤。这当中上界严重的就是曼谷，也若咱外交部也来发布旅游警示，提醒台湾人要去泰国就要注意。
破水节这观光客是真侪，佮加上有大阵的这在地人要返去因的家乡，所以交通的事故也对咧加悬。这当中乌多巴的比例是上界侪，占64.55%。也那咱外交部也针对着泰国旅游来发布第2级黄色的提醒。另外，因为这泰港的边境相对是还未缓和，有7个府是互人来做是第3级甘麦色的警戒，建议台湾人唔通过去。另外来看，咱总统赖清德4月2日是要去拜访咱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真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讲这台湾真好的索马利兰的外交部，伊是跨海发文来送温暖。伫个社群平台呢，甲这索马利兰甲中华民国国旗拢甲扛起嚟，欢迎赖总统访问非洲。台史邦交是稳固哈，我们也很有信心。强调台湾甲史瓦蒂尼关系是真密，总统赖清德伫咧4月2日特别去访问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不过，值得注意的所在是伫咧索马利兰外交部19暗时伫咧社群平台 X 发文，祝贺赖总统访问史瓦蒂尼。这摆是赖总统就任以来头一摆访问非洲，图顶悬搁放索马利兰，还有中华民国的国旗。事实上，我们跟索马利兰也是类似的准邦交的关系，好，那他们正式的在外交的这个网站上有表达欢迎赖总统访问非洲另外，事实上有将近11个国家哈，非常多的我们的国际友人也透过各种方式表达欢迎。因为赖总统这摆出访史瓦蒂尼是用直接飞过去，无过境，佮引发无法度过境美国本土的质疑。对这件代志，林佳龙表示，时间会回答，过境适当的时间，还有地点，拢还搁伫咧评估当中。台湾积极扩展外交，中国嘛继续伫咧邀非洲国家伫咧斡平。今年5月，甲要互53个非洲国家全面零关税的台股，独独敢若拜读史瓦蒂尼。虽然现在是53:1啦，因为非洲54个国家里面，中国有53个邦交国，而且他们从今年开始所谓的免关税，那也对他们大量的这个援助，那这个台湾的压力当然很大。不过我们反而是一枝独秀。史瓦蒂尼跟中国的这个经贸关系，其实是以贸易来讲比我们还多一些，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对非洲国家都是零关税的话呢，那么的确会对他们内部带来一些压力，那么可能会内部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面对中国施压的部署，外交部率领足侪投资考察团去史瓦蒂尼，强化台湾甲史瓦蒂尼经贸连结。今年嘛针对亚非地区对外关注预算，嘛增加要7亿加强双边甲多边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第10会了后，这中国的国台办是来宣布10项对台的措施。这上总理事长柯树波今仔日就带这产业代表来开记者会，呼吁政府都要开放两岸直航，也有正面来恢复上海、福建自由行等等5大主张。也那咱关公署呢是回应讲，这必须都要经过协商甲沟通的。另外，陆委会是强调任何交流拢袂使有政治的前提。中国12宣布10项惠台措施，针对中国对台湾工商产业界提出善意。上总20带领惠台措施相关的产业开记者会，会有疑虑的，但是你有疑虑就不开放，有疑虑就不开放，那到底要怎样？双方基于对民众跟企业跟这些产业的这个发展，不要任何的这个，既然开了就开了，制度化去走。上总提出6大主张，包括希望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正常化。直接回应自由行，符合检疫标准相关的农渔产品，参与中国各类的销售管道。因那食品业希望讲，中国伫咧注册产品输入相关的法规，会当实际放零。针对中国宣布开放的项目，袂因为政治因素向就冻点。因那台湾的在野党甲政府，莫受政党或者是非经济因素影响，爱以产业的发展为优先。陆客没来呢，他沦为像我们公司就沦为一般的交通车的司机，有些司机又有不适应的状况，所以他又会沦为别的行业。针对中国10项惠台措施，交通部观光署回应讲，中国旅客来台湾，无论是团体或者是自由行，拢爱经过小两会协商沟通。陆委会强调讲，任何交流的措施，无应该附带政治前提，无应该加做特定政党政治交易的指压。所谓的惠台10大措施，请中国不要再吃台湾的豆腐了。这不是惠台措施，
这应当只是在抢救中国的现在进行式。台湾2350万人需要的是开大门走大路，活络经济、拼经济。我想这是不分蓝绿、不分朝野、不分党派共同的共识。上总呼吁两岸政府应该加速沟通的配套，开放两岸直航，希望中国莫分拿着执政的管区，每一个所在拢爱同款。在野党甲政府只要对产业人民有利的，该开放就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马这行政院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草案是还阁卡条例，立法院国防委员会是来办秘密的会议，邀请到国防部长郭立雄去报告。因为郭立雄伊也是强调，希望条约会当支持1.25条的版本。另外，前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伊是提及伊先该鼓励8100亿，不过国防部正规司长黄文启，伊是来回应讲，这可能真歹做。共军继续了台，国防部单日征召5架次强机，11架强舰，1架攻步船，伫台海市扩围活动，命令中国继续对台军事施压。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20举行秘密会议，邀请国防部长郭立雄进行国防条例专案报告，跟呼吁条约支持1.25条的预算。我们现在所提出1兆2500亿是基于整体专案需求所提出的。一个系统性跟整体性的规划，这一个1兆2500亿的预算能够获得能够支持。国民党团进前提出3500亿感恩。也毋过，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是提议先第8100亿，审查通过已经收到美国法计署的3500亿，剩的4600亿暂时冻结，等到新的美国法计署才通过。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认为这是善意的开始，也提出3阶段推进各项。第一阶段条约爱先就军购部分2半形成共识。我们希望军购不要分成2阶段分成单，那只要往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所有的军购都在一次性的把它处理完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往尾制，它往上购。它就是要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嘛，那我们这个一定就是3800加 N，3800是美方已经承诺了 ，N， 请美方再承诺。如果美国方面有第二梯次、第二阶段的一个军售，台湾民众党也愿意也乐意纳入我们的版本当中。在野议员国务组长严哥传出，因为正义版军购条例卡关，负责规划专案的国防部正规司长吴文启压力大，对部属口气严厉。正规司政军规划处长叶贤想要拍报告退伍，郭立雄澄清，叶贤讲话并不是事实。赵少康提出说，现在可以框8100亿的部分，那个可能我们还是很难接受。郭立雄20基被宣布了后，有计2日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会个调集条约协商。另外，美国跨党派参议员顶伫致函立会提起，华府几礼拜内会宣布新的对台军售。郭立雄表示，包含军售案项、交会期等等，拢会甲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密切协调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69岁阿嬷，4月12日时，甲伊的朋友去到花莲倒溪乡的瓦拉米这步道来爬山，也毋过人煞熊失联去，伊的朋友赶紧来通报。这花莲的警消人员甲民间救援大队呢是投入上百人次伫山区咧找人，落尾昨总算有找到，也毋过已经无性命现象。超找9天救援人员上后壁，伫马拉米步道7.5公里，伫100公尺深的坎卡发现到负人人，已经无喘气啊！也毋过这个地形无好，无适合用直升机吊挂，干乃使靠人工搬。我确认一下，这条上攀路是否全部都已经架设完成？这边踩稳哦。OK。这件代志发生伫咧花莲的倒溪乡，一个来自台中69岁姓陈的妇人人，甲朋友总共6个人做伙去爬山。伫10日申请2天1暝登山行程，爱伫11早起8点外就失去联络，队友去找嘛找袂到人，就赶紧去报案。搜救人员每天自登山口深入12.5公里处进行搜索，然后针对溪谷以及山壁等危险场所进行地面垂降以及无人机空侦。也多次在山区杂营扩大搜索。遗憾的是，于19日下午在溪谷7.5公里处发现了失联民众，现场确认已无生命迹象。
花莲商局讲，即届超找行动出动花莲警义消，抑个民间救援大队162人，开9天的时间，伫黄麻溪的溪沟甲坎卡四过超找才找到人。对到附近人身躯顶的伤势来研判，可能是伊找袂到路，也是徛无好势，才会对步道跋落去坎卡。详细死亡的原因，警察爱阁继续挽过秋田。记者综合报道。云南会今仔日是去到立法院报告，针对着3月底台铁7堵吊车场，因为作业失当，结果呢，互车帮烧弄而且败马，还阁合并这3月中旬桃林站这吊车的事故并案来调查，落尾发现主要拢是人为的因素。伫7堵的吊车场内底，2台区间车咧吊车的时阵，因为四角擦砖烧弄，拢有车厢砖突起败马，还阁致使一个人受伤。这是台铁3月底发生的事故。就伫同一个月，台铁才伫花莲河津站吊车的时阵，那就人员操作疏失，记录着停伫边仔专用车道的幸福水泥的列车，嘛致使2台水泥车砖突起摆链。台铁在和仁站吊车撞击到这个水泥货车，还有在3月30在七堵吊车厂这边发生的这个冲撞事件，我们有立案调查。那这部分我们目前确实我们会朝人力的运用，包括它的训练方面会去做一次分析。云南会讲，台铁吊车的事故确实有较侪，从云南会成立以来，就已经发生过76件，其中有28件致使败马。未来统计指出，台铁过去6年吊车的事故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特别注意的是，吊车的事故伫公司化了后，颠倒增加，也关到1年20件，要求云南会都要彻底调查，找出原因。台铁的吊车事故确实偏高啊，那吊车库的3大的事故类型都是。第一个是出轨有28件，然后挤岔有26件。我们希望不要有重大事故之后我们再来调查，而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问题，我们就是超前部署，去预做防范。你要把自己给做热起来嘛。你们一个报告是最具权威性的，甚至应该可以影响或者指导行政部门。根据云南会调查的听数，调查报告出来了后，拢会提改善的建议，而且列管追踪。目前台铁要列管的案件也有19件。云南会强调讲，会持续定期开会追踪，针对真正发生吊车的事故，已经有建议台铁引进科学检查的工具甲方式来提升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在养肥的过程当中，若准无处理好势，安尼颠倒是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台东县环保局这2天是接到陈情，讲伫台东市区呢有闻到这肥料的臭味，对照发现有2大田园是无正确来使用肥料的，所以呼吁农民伫养肥了后呢，搁要铺一张图，才通减少空气的问题。台东县真济大木式客园当咧养肥，一包一包的肥料就放伫农地顶头拍，风吹污染，真济包装拢破去啊，肥料就拢走出来，加上风一直吹，臭味是拖甲规世界。这2天市区有足济民众闻到肥料的味，甲县府定情，某民众认为，伫咧农作物真济台东闻到肥料的味是难免。可能下雨的时候，偶尔几天可能会有啦。然后过了就不会有了，因为那种干的东西就不太会有味道。环保局这2天对臭味追查来源，发现伫咧新园里、石坑园，还有市区中华大桥下骹、碧南溪河床的西瓜田，发现农民伫咧养肥的时阵，无用土砍掉咧，落雨了后，佮吹东北季风，肥料的臭味就拢走出来。吹入去市区。中华大桥下的农田因为种植这个西瓜使用这个肥分为立即这个覆盖或者妥适的处理造成这个异味，会影响到整个市区哈。环保局表示，即马正入淡湿的季节，农民伫咧养肥的时阵，若无好好处理，佫会成真济好心。若是造成环境的污染，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罚1200块到6000块的罚金，若是佫无改善，就会继续罚钱。呼吁农民都要较注意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1月到2月呢，因为可旱造成南投县这麻竹笋收成是真歹，农业部是来公告现金救助，1公顷会当补助4万1，也毋过有的农民呢煞是领袂到，原因就是讲即摆是干那补助着农渔牧的用地，林地是无补助的。竹山嘛，就是都是种竹子的比较多。对。应该是不是也讨论到这一个区块，当初就一起规划这样？因为应该是说农牧用地跟林业用地，他们是隶属于不同的不同体系的。正德顺农民屈先生真着急，赶到德山镇公所，想要申请补助，煞因为资格无符合，无补助，互伊感觉有一寡无奈。这个拿地无，因为以早就捌申请过，毋是毋捌。
只是可能这届可能无协调好啦，无要紧啦，都有机会咱就申请。南投县的农地占70%，咱的农地占5%，所以如果讲今日补助农地话，会使讲就等于无补助。议员表示，农业部这届才补助农牧用地，林地无补助。啊，毋过南投林地占7成，实在是无合理。农民嘛讲，毛仔笋收成歹的原因，就是因为无落雨。第三镇长嘛毋望中央要及时补助，毋通事后较补助，公所会真正歹认定。希望讲一个产期的中间，那发现讲明显的减少，就来启动相关的这个补助的做措施，阮就去现场看，安尼才会实际。镇长讲，因为无落雨算天灾，希望中央会当替农民想，嘛希望中央的补助会当真正帮助到农民，毋通互大家看会到、摕袂到。记者杨秀南投报道。伫云林一当时会生产2000吨这往来相关的废弃物，农粮署甲云林县府呢是做伙来起一座往来纤维循环的场域，会当把这个农业废弃物转做是天然的纤维，也佮有加速等等，佮再来利用。往来叶仔经过处理了后，会当加做纺织咧用的食物纤维，剩的泡会当转化做饲料或者是加做粉等等。往来紧会当提炼出纯度真悬的加速，应用伫咧食品、医药、甲生物科技的领域。要甲往来好好利用，达到零废弃循环经济模式。我们云林县隶属于中部，我们跟其他产区不同的是，我们是整年度的种植以及整年度的生产，所以我们对于原物料端来说，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是整年度都可以做。那7月包括采收机，包括这个可以很完整化。初期如果送电，我们会先用人工的方式先处理一部分的产品出来。云林县府表示，云林有种差不多900公顷的往来，一年会产生2000吨白癌的材料，用过拢是以堆肥、搭伫土地等等的方式来处理。不过为着要达到零废弃循环经济，农粮署甲云林县府透过3管合作，伫古坑起一间往来纤维的循环厂。它的碳排系数只有0.78，跟我们的化学纤维来比的话，非常的低，大概只有1/5到1/6而已。那这样的纺织品将来如果销到欧盟的时候，它缴的碳税就非常的低，那这个商品就会非常的有竞争力。纺织研究所表示，甲往来村的材料经过转化，会当加做天然的纤维，甲加速等等真有市场潜力的产品。高彩生产合作社就讲，目前厂房的设备是农粮署补助设置的，不过为着要持续改善甲精进作业的流程，还佫需要买自动挂叶的机器甲分选机等等，按照上近7月份就会当全线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九如一年一届的台湾兰花节是正式起稿，今年已经是第28届。有上千盆的这无共品种的兰花，安尼坑做伙，真正是人水花又个大蕊。这摆呢，摕到这总冠军的兰花呢，市价是超过20万。这都是分组总冠军的。甲总冠军的兰花一盆一盆对车顶搬落来，菜地庙的两边准备进行献花仪式。礼拜屏东九如乡的台湾兰花节起稿，过来千盆无共品种含色水的兰花变水，因为因过拢伫北县乡的场地举办展览，今年刷到农会内底，为着感念活动顺利，农会人员特别准备10几名的兰花，要献花予神明做伙观赏。咱兰花界的祖师爷吼，就是咱北县乡的上帝爷公。伊过去拢亲自来评审，来收来选上帝公奖，是咱遮的特色。今年摕到总冠军的是仙里兰欧马罗斯，是高雄的兰友培育，市价超过20万。这丛兰花唔但花蕊大，花蕊的纯真有路，色水特别。现场展出的兰花，袂少品种伫外口罕得看到，民众拢摕手机赶紧翕落来。很特别。怎么说？它的品种就是跟一般的花展那种都不太一样。外口市面上吼，你卖就对啦吼，足少伫原产地，吼对遐个运过来台湾飞出来卖，所以一般拢伫到尾啊拢是，不管是交配，还是迄个成功分枝以后才出来卖，所以市面上现在很少看到。兰花节活动一直展到2日，开放民众免费参观。农会表示，九如乡长期推动兰花产业，连续28年举办兰花展览，已经加做台湾重要的农业甲观光活动。屏东甲台南拢是台湾兰花外销的重要产地，培育成果真受肯定，甚至阁有献花仪式，展现兰花伫民间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再来看这世界 Q 牛年会比赛，今年拢总是有33个咖比师来参加。咱台湾的咖比师林兆兴呢，是以细型、长暗录，也个鸟型的图，摕到今年的世界冠军。用上真正的感情，伫咧咖啡顶面溜花，每一步拢真重要。甲目睭点入去，伫咧桌顶扣一个高水的细形就出现啦。这是2026年 WCC 世界溜花大赛代表台湾参赛，得到世界冠军的林兆兴。备赛期差不多有4个月左右，就是每天的练习，我大概早上9点半到10点开始开机练习，到下午的5、6点。就一天大概8个小时，所以一天大概练最少有100杯。林兆兴的专长是动物溜花，这届决赛以准备小型、长暗录、小鸟型3种动物去比赛，每一杯拢足传神。要参加世界比赛进前，需要先得到台湾的冠军，才有世界门票。林兆兴对2019年开始参加台湾溜花大赛，参加6届台湾比赛，拢总摕到3届世界赛门票，这届伊总算摕到冠军。2020年、2023年拢得到冠军，啊，毋过伊伫世界迄当阵进入决赛，啊，毋过得到第3名。即届去美国，就得到世界冠军。世界溜花大赛是全球咖啡界上有指标性的竞赛之一，这届拢总有33位的世界级咖啡师参赛，经过3天的竞赛，摕到世界冠军。这一路以来，伊感谢伊的女朋友，支持伊的梦想，陪伴练习，才有机会用咖啡，让世界看到台湾。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一个食到90岁阿嬷呢，是因为今年去参加这大港开唱，即马是请假抓袂牢。昨伊是接受邀请去到这高雄的大比湖棒球场来开球。这阿嬷嘛要鼓励大家勇敢追求梦想呢，其实是无分年岁。开场进前先甲球员做阵练习，90岁啊去参加大港开唱，伫网络庆行的大港阿嬷伫金基19营中一个大港雄鹰邀请，伫高雄定情湖球场开球，是正罕见的高龄素龄开球来宾。阿嬷穿90岁的球衫，球投出去，全场该拍波啊！少年照款是啊，无感觉啥啊，袂啦，艰苦啦。明年敢搁会去跳舞啊？唔知咧，明年代志也唔知咧。啊，有想要去吗？有机会袂。以前中华职棒一个阿锦赛顶比赛开球来宾，大部分拢是明星，或者是黄仁勋、王政治等各界的牛人。杨武炎是中职第一遍有高龄素龄开球，台港去年就邀请102岁宋江定赛区开球，19对阵的乐天桃园2024也不邀请98岁国军英雄开球。是因为一直强调属地主义跟在地结合这个部分，所以行销团队就觉得这个是跟我们创意，然后跟在地结合这个部分是有连结的，好，所以我们立刻就想要邀请阿嬷来参加这个开球的仪式。阿嬷伫比赛前一个专工去做头章，过去2礼拜一个家己做棒球伫厝门口一直练投。90岁啊，也是真有活力的大港阿嬷，对音乐节棒球赛拢真好奇心，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感动并且鼓励真侪网友勇敢对梦，无分年纪。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暗天气小可凉，一夜的温差较大。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好天到济云，只有伫东部、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山区有南山短暂阵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